大家若咧坐飞行机的时阵，一般航空公司拢会提供毯仔甲枕头，互旅客会当感觉较舒适的。不过有乘客就发现讲，伊坐飞行机要降落的时阵，所看到有人要甲毯仔头压转去，这小贪的行为是受到大家批评。也那专家嘛提醒讲，尤其是座位顶悬的紧急逃生卡，这是袂使黑白摕，这会害飞行机无法度起飞。 飞行机降落进前，头前旅客一直向排包内底洗物件，抑个原来天那些外套砍掉咧，拢互后边乘客翕落来。普伫社关白台指出，头前翁某向空服人员讨毯仔了后无摕来甲，反倒等洗伫无内底，搁伫落飞行机进前，偷偷藏一笔随身行李内底摕走。有网友表示，毯仔是大家用的真垃圾，唔敢摕来用，竟然有人要摕转去。就是飞机上的资产啊，我觉得不 OK。 因为那毕竟是航空公司的东西吧。看那个你买的那个机票价位是多少，如果他那个是本来就已经说是包含在内的话，那就是可以拿。 目前三大国际航空虽然每一项规定有寡无同，不过基本上毯仔枕头、餐具、杂志、甲现大型飞机拢会用好使用物件，被看作是公司的，旅客免凊彩摕走。不过一次性的旅行包牵拖经济舱的飞机都用摕走。 飞机上的毛毯原则上是不能够带下飞机当作纪念品的，像是有过夜的情形，我们也会请地勤人员将飞机上的毛毯作为清洗。另外一个飞机上不能带下来的东西呢，是安全须知卡，因为跟安全相关的东西呢，就是完全不能少一份。如果少一份的话，这台飞机是不能飞的。 专家提醒每一个位的逃生卡唔通黑白摕走，那假是有介意的物件，无确定是毋是应摕，上好是亲请问空服人员，或者是直接到航空公司的店面来买，这是正确的做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